大家好，印巴507空戰咧足足1個月啦。咁有關嘅文章啊或者視頻內容咧，可謂多不勝數嘅。但係我今日咧都想額外揾多2部分嘅內容咧，同大家去分享。主要咧係為咗前瞻未來。咁今日嘅分享大概分為3部分。前2部分咧主要就探討印巴再戰嘅機會率。其實咧我揾嘅內容咧就覺得有機會嘅再戰嘅。而第3部分咧就係主要講中國嘅因素，就係如果印巴再戰，中國會產生會透過咩積極因素影響呢場印巴再戰。第一部分就係外交事務雜誌 Foreign Affairs。呢一個雜誌當然過百年啦，咁唔係因為淨係佢過百年咧就係重要嘅。咁事實上佢更重要就係一個美國外交界非常重視嗰個雜誌嚟。30年前咧，應該係阿 Samuel Huntington 咧就寫一個地緣政治學近代嚟講好重要嘅一篇論文《The Crash of Civilization》文明衝突論嘅，都係喺外交事務嗰度發表先。而美國外交事務喺外界啦，當然各為其主啦。其實佢就係比較右派嘅。如果大家會留意咧，佢通常咧每個月咧都有一篇 essay 咧，就係諗下點對付中國嘅。咁而家美國嘅政府可謂右派當道，咁引述美國右派媒體嘅觀點咧，我覺得係重要，因為你會認識一個畢竟係世界第一超大國嘅意圖嘅。美國 Foreign Affairs 喺5月23號發表咗一篇題為《The Next War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Why New Delhi Failures to Deter Islamabad Will Fuel Future》。意思就係話咧，佢覺得咧，佢已經題為下一場印巴戰爭。佢覺得咧，點解會有下一場嘅印巴戰爭咧？就因為印度喺507度咧係冇辦法成功壓制到巴基斯坦，或者我哋叫巴國啦。結果咧就會導致下一場戰爭。佢覺得今次嘅衝突咧，其實嚴格嚟講，呢場戰爭係戰爭啦，當係有4日嘅507到5月10號4日半。其實5月6號深夜咧已經發生㗎啦。今次嘅戰鬥，今次嘅戰役咧，作戰範圍超過咗克什米爾，呢個係同以往有別嘅。另外咧，佢嘅觀點就係印度本來想透過呢次嘅所謂反恐嘅行動咧，有效打擊佢嘅長期敵國就係巴國，結果咧反而俾巴基斯坦咧一舉擊落咗4至6架戰機，獲得象徵性嘅勝利。咁咧調翻轉頭，提升咗巴國嘅聲望，打擊咗印度嘅國際聲望。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外交事務嘅觀點象徵性勝利咧，我就唔係太同意。當然4至6架戰機喺數量上絕對係象徵性，但係我覺得背後技術含量咧係決定性嘅，係 decisive 嘅。另外外交事務嘅觀點就係話，巴國嘅軍事領袖咧，亦都因為咁大幅提升咗升埋做元帥咧，大幅提升咗國內嘅政治威信，舒緩咗而家巴國嘅經濟非常有巨大壓力嘅。另外咧就係佢覺得係巴國咧透過召開國家指揮委員會咧，發出一啲核子戰嘅動員信號，引入咗美國介入，呢個就係佢嘅觀點。同埋佢亦都提出就係印度同巴基斯坦媒體都有誇大戰果同埋唔客觀。呢方面我想提出我一啲意見。我覺得印度媒體誇大嘅情況咧，喺我上一輯咧就有充分嘅彙報啦。但係巴國都有，但係喺數量上遠遠不及嘅。佢主要有一單咧就係應該涉及到印度電網7成被摧毀，同埋係一個報導咧就係話係擊毀咗印度 X400嘅防空導彈型。咁我都唔覺得呢2個觀點係大肆報導，而且係廣泛地不斷重複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印度媒體嘅誇大情況咧，係比巴國嚟講係為甚極多嘅。總結嚟講咧，外交事務係3大觀點，就係適得其反。印度本來諗住係壓制巴國，調翻轉頭係巴國獲得一場象徵性嘅勝利。
令到巴國嘅本來內部危機得以舒緩添。第二咧就係巴國亦都能夠趁好就收，咁引入美國咧，令到咧呢一場衝突咧迅速咧就停火。咁但係咧外交事務對未來嘅預測就唔樂觀嘅。呢方面咧我係有相對嘅認同，就係因為兩方面印度同巴國都係有誘因再戰。巴國就係覺得啲食水之味喎，如果再打再贏嘅話咧，又可以繼續令到以往印巴國相對處下風嘅逐漸變為上風。相反嚟講咧，印度咧都道氣唔順啦。如果能夠解決到制空嘅問題嘅話，不排除印度會再戰嘅。咁所以咧，雙方面都係有再戰嘅誘因。呢個咧就係外交事務雜誌嘅觀點。另外，我想引述嘅咧就唔係文章內容，而係一啲視頻內容。呢個視頻咧，我等陣咧就會擺喺下邊嗰個描述區咧，附帶俾大家。係一個印度叫做軍事雜誌嘅主編嘅，佢咧就係叫做Pravin Soni。佢來頭唔簡單，同埋我睇咗佢，我未想訂佢本書嚟睇，但係我初步啲咧就睇晒佢咁多最近有關於印巴戰爭嘅視頻。我覺得咧佢係一個非常客觀啦，同埋有深度嘅軍事評論員。佢嘅履歷咧係好特別嘅，就係佢做過印度陸軍嘅軍官13年之後轉做記者，所以佢識報導嘅手法。咁而佢亦都擔任過英國珍視國際防務雜誌嘅南亞特派員，呢個雜誌咧係非常知名嘅。咁而家咧佢應該搞咗一本印度嘅國防安全雜誌叫 The Force。咁我好贊同大家咧有空去睇下佢呢方面嘅內容。其實咧佢亦都寫咗好多本書，近年咧有2本書咧係好值得大家重視嘅。就最近嗰本咧就係2022年出版，叫 The Last War: How AI Will Shape India Final Showdown with China。咁呢本書咧我就喺 Amazon 諗住訂翻嚟睇啦，就我只係得個簡介咧。佢個預測就係，如果印度同中國發生再戰爭嘅話咧，印度喺10日內會被中國擊敗。嗱，唔係因為咧佢比較客觀，或者佢預測中國勝利，我就特別相信佢。其實咧，我聽咗佢好多嘅視頻咧，佢都係非常到位行家嘅。咁我就而家係將其中部分嘅視頻內容節錄出嚟。最主要咧，我係想提出一啲值得大家去留意嘅一個特別重要嘅觀點嘅。特別重要嘅觀點係咩呢？就係而家例如好多人都會講今次咧印巴空戰巴國之所以勝利咧犀利啦，就係 A 咧就負責偵察， B 就負責射，跟住 C 就負責引導。呢個係確實係嘅，就係電子嗰個偵察機提供偵察啦。甚至乎係引導啊，跟住殲10 CE 就負責發射PL-15導彈，就擊落印度嘅戰機，陣風戰機，同埋另外2、3款。但我覺得更重要咧，成件事咧唔能夠淨係睇呢個系統性嘅流程，呢個只係系統性嘅流程。關鍵背後有2樣嘢，而阿 Soni 提出得我係非常認同嘅，就係電子戰嘅部分。其實咧係2樣嘢，一係衛星監控， 2就係電子戰。其實說到尾就係電子戰，電磁頻譜作戰。咁點解要講下衛星呢？當然北斗衛星係會有一定嘅監測，例如大型航母北斗衛星係有用嘅。但更關鍵呢，就係有中國而家已經前後發射咗470枚嘅遙感衛星。遙感衛星咧，外國亦都會叫做低地球軌道衛星。佢主要收集呢，佢可以民用用途啦，例如係做光學嘅一啲圖片啦、高成像啦，或者係一啲雷達，進行一啲雷達天氣監控啦。但係如果係軍事用途嘅話咧，其實係收集電磁信號，進行電情報分析嘅。我哋點解要講呢樣嘢咧？就係電磁頻譜咧，其實大家都會應用㗎啦。最低頻嘅咧就係一啲叫無線電波，之後咧就係微波。一直咧去到伽馬射線都係，當然你可以話紅外線都係引導嘅一啲短程嘅，通常係空對空短程嘅導彈咧都係用紅外線。但係我想強調嘅就係
頭先講嗰啲咩 A 偵察啊、B 射啊、C 引導啊等等，關鍵一樣嘢就係電磁頻譜嘅爭奪，究竟邊個能夠被爭奪到嗰個使用權，壓制到？電子戰嘅關鍵背後就係呢樣嘢，電磁頻譜邊個被干擾到，邊個被壓制到？所以成件事今次我哋好多時講殲10 CE， 講電子偵察機，中國嘅導彈點犀利係重要，但係我唔覺得最重要。我好認同係 Sony 嘅觀點，背後核心佢唔精彩嘅，因為一般人睇唔到射嘅導彈嘅飛機飛嚟飛去，佢其實就係電磁頻譜作戰EMSO 嘅關鍵。因為入邊分咗幾部分，簡單嚟講咧就係 EA 就係電子攻擊，jam 咗人哋啦，欺詐人哋。另外一方面就係電子防禦 EP， 即係相反嚟嘅，我要防禦人哋干擾，防止人哋偵察。而最後咧就係 Shifting Electronic Support。呢三部分如果做到嘅話，透過衛星、透過遙感衛星或者北斗衛星，或者我哋跟住頭先個電子偵察機等等。呢樣嘢先會令到巴國成功地發展出今次嘅戰鬥勝利模式，就係 A 偵察、B 射擊同埋 C 負責引導。所以我覺得今次係電子戰係決定性因素嘅。咁今次我覺得印度呢位專家咧，不單止客觀咧，而且我覺得係好多其他中國嘅一啲評論咧，反而有少少忽視咗。所以最後咧，我係要格外強調佢喺電子戰啦、衛星監控咧，Sony 嘅觀點。但係佢亦都提出咗一個頭先嗰兩個到位觀點之外咧，佢亦都講出今次印度咧係唔算係軍事上嘅成功，因為咧佢攻擊嘅所謂恐怖分子嘅基地咧，基本上屬於非軍事目標，所以就算係成功攻擊到，都無法展示到印度嘅軍事實力。而佢覺得由於巴國今次佔咗上風，巴國係有機會喺6至8個月內再挑起戰爭嘅，反而咧印度係比較被動。最後咧，佢都講出咧，就係佢就話印度好多電視台咧，因為印度有成200幾400個電視台嘅，就令到國家蒙羞。宣傳戰咧派出嘅宣講團咧，又攞唔出證據去證明巴國確實參與今次嘅恐怖主義，或者證明巴國係一個恐怖主義國家，所以連宣傳戰都處於下風。其實咧，佢嘅 X 一度係 X 嘅網站咧，一度係被封鎖嘅。咁所以咧，佢都算講真話，而且我係幾欣賞佢嘅。好啦，講完呢位印度軍事專家之後咧，有一點要補充啦，就係我諗大家都留意到，彭博早1個禮拜前訪問咗，就係印度國防軍嘅總參謀長Anil Chauhan。咁好多人就話佢證實咗印度戰機被擊落。咁因為佢就話咧，人哋問佢有冇被擊落嘅時候咧，佢就話咧，而家嘅問題唔係講呢啲，係點解啲戰機會被擊落，要探索呢樣嘢。咁其實咧，我覺得呢個進展咧，其實唔係好大嘅。其實咧喺啱啱507空戰之後咧，其實幾日內咧，印度嗰個國防部嘅會議入邊咧，空軍嘅代表講出類似嘅啦。不過咧，今次始終因為美國媒體啦，佢要到 Bloomberg 再問一次，佢哋就信啦。好啦，咁講完成件事大概之後，咁兩方面無論係外交事務雜誌啦，又或者印度一個受景仰嘅一個軍事專家預測，印巴都有機會再戰。咁中國會發揮咩因素呢？因為而家坊間咧，其實唔係坊間，主要係巴國媒體咧，就傳中國會供應殲35隱形戰機俾喺明年初就供應俾佢。咁我覺得我睇過唔同嘅報道同文章，我相信呢個機率係唔高嘅，因為咧，如果中國俾殲35巴國嘅話，巴國係有進攻性功能力㗎啦。咁而且亦都會咁即係會再採取進攻。咁我覺得呢個將局勢升溫未必係北京所願，而且咧印度咧亦都會被逼進一步深化投靠美國。本來佢都唔想嘅，因為佢冇隱形戰機。咁隱形戰機嘅話，佢只能夠同美國買。俄國嗰啲根本連產量都未做到。咁我覺得呢個咧係
值得三思，需唔需要咁快提供？而且中國根本未大量配備殲35，而家仲係諗住福建號嘅殲35海軍版，所以我覺得呢個機率比較低。我反而傾向相信呢，就係提升中國嘅一啲武器嘅質素俾巴國，例如就係空對地、空對海嘅導彈 CM400 AKG。其實咧，中國咧應該叫殲擊12，我冇記錯。鷹擊12，對唔住，鷹擊12。鷹擊12係咩呢？關鍵佢就係由高空可發射，唔需要低飛就攻擊。而且呢，而家供應俾巴國可能係喺200零公里，但係如果中國肯將個射程等同於自己用嘅鷹擊12 500公里嘅話呢，其實係好有能力震懾到印度海軍。其實今次507之後呢，嗰幾日呢，印度海軍都冇有效逼近巴國嘅沿海嘅。咁我覺得有呢種導彈對威脅到印度海軍嘅話，冒險呢係有更實質嘅意義。另外呢，巴基斯坦雖然有使用無人機喺507至5月10號嘅戰鬥中，但係大部分都係用土耳其嘅無人機，而且佢哋下放到一啲連隊咧都缺乏無人機戰鬥嘅。我覺得中國可以大量提供俾佢，咁會有效阻止到佢對抗印度嘅陸軍嘅。簡單嚟講，巴國嘅無人機係唔多。另外，巴國嘅空軍基地都遭受到印度嗰個地對地巡航導彈嘅攻擊，而佢攔截能力比較差。雖然中國有提供紅旗9俾佢，但係紅旗9大家都知咧，改自S300咧，佢係比較係對抗一啲重大目標嚟，戰機大型嘅彈道導彈啊。如果佢對抗一啲一般性嘅巡航導彈或者一啲我諗未至無人機係大型無人機嘅話呢，可能會用我會覺得用紅旗22啊，即係或者出口應該叫 FK3呢類呢，比較合乎經濟效益啲，因為呢啲射程比較短，但係佢屬於即係等同美國愛國者咁啦，咁係更能夠，因為巴國唔係咁有資源啊。如果下下要用紅旗9嘅成本就好高，咁我覺得呢方面各方面嘅一啲程度上 upgrade 同埋一啲中低端武器嘅大量提供呢，其實更有效幫到巴國阻止到印度嘅冒險。雖然印度根據頭先嗰篇文章同埋嗰位專家預測呢，印度冒險嘅機會反而低，巴國嘅冒險機會反而高呢。但係無論如何，我覺得中國呢向呢方面嘅發展呢，比較符合翻北京喺一段相當長時間喺南亞嘅外交政策路線嘅。好啦，今期嘅分享亦都比較長啦，暫時到此為止，下次有機會再見。